今天聊聊Mayfly Emerger， 它是卡在快要出来，还没完全出来那一刻的浮游。很多人钓竿赢没口，不是鱼不吃，而是鱼吃的根本不是已经站到水面上的成虫，他们盯的往往就是这些拌在水里、拌在水膜里的 Emerger。这种飞蝇最关键的点不是造型多复杂，而是姿态要对，尾巴和躯体还在水里，翅牙或背部刚好贴着水膜，看起来有点别扭，却非常真实。在水面你会看到鱼偶尔推水，不起浪，不翻身，那多半就是在吃 Emerger。这时候换竿蝇往往怎么都不对。Mayfly Emerger 的用法也很简单，让它自然飘，偶尔轻轻抬一下线，模拟浮游挣脱水膜的动作。很多吃口就发生在哪一项？这类飞蝇最适合水面平静与选择性强的时候。当你觉得鱼在吃却不吃你的，Mayfly Emerger 往往就是答案。